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7章亚干犯罪。以色列人伫应该毁灭献予上主的物有犯罪。犹大支族中舍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加米的囝亚干摕应该毁灭的物，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生气。约书亚对耶利哥派人去伯特利东边伯亚文附近的哀城吩咐因讲：恁去探查迄个地，因就去探查哀城。因倒来约书亚遐对伊讲：毋免互所有人民拢去，简单2、3千人去拍哀城就好。毋免劳动所有人民，因为遐的人真少，所以大约有3千人去攻打。毋过煞互哀城的人拍败。哀城的人对城门前对入因到示巴林落行的所在，拍死约36个人。以色列人就拢惊甲神不附体。约书亚就拆利衫，伊甲以色列的长老伫上主约柜的头前拍伫涂骹，佮用涂粉散头壳到用。约书亚讲：哎呀，至悬的上主！你是安怎带这个人民过约旦河，将阮交予阿摩利人，互因甲阮消灭？阮宁可留踮约旦河迄边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然伫对敌面前活转身逃走，我还有啥物话通讲？敢人甲即所在的住民，若听到，一定会来包围阮。甲阮的名对地上涂去，迄时你要安怎维护你的大名？上主甲约书亚讲：起来，你是安怎拍伫涂骹？以色列人犯罪，违背我命令因的约，摕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物，因偷摕欺骗，藏伫因的器库内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袂贪赢对敌。因伫对敌的面前活转身逃走，是因为因诚做应该毁灭的。恁若无将应该毁灭献予我的物，对恁中间除去，我就无搁甲恁同在。起来，着互人民分别做成，甲因讲，恁着家己分别做成，为着明仔载准备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恁中间有应该毁灭的物，若无交出来，恁一定袂当抵抗对敌。明仔早起，恁着照支族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支族抽着签，因的宗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宗族抽着签，因的家族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倒一个家族抽着签，因的查甫人着一个一个来我遮。上主互抽着签的人，就是有应该毁灭的物，伫伊遐，伊甲伊所有的拢着用火甲因消灭，因为伊有违背上主的约，搁伫以色列中做愚妄的代志。隔日，约书亚透早起来，互以色列人照支族来伊遐。抽到犹大支族，就互犹大照宗族来伊遐；抽到舍拉的宗族，就互舍拉照宗族来伊遐；抽到撒底的家族，就互撒底家族的查甫人一个一个来伊遐。就抽到亚干，伊是犹大支族舍拉的曾孙，撒底的孙加米的囝。约书亚对亚干讲：我的囝，我劝你着荣耀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伊的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代志甲我讲，毋通对我隐瞒。亚干因约书亚讲：我实在有得罪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我所做的事是安尼。我伫抢来的财物中看到一领巴比伦的水衫，2公斤的银。半公斤的金条，我贪到这个物就摕来。现在遐个物件待伫我的布棚内面的涂骹，银伫上下底。约书亚就派人走去亚干的布边，遐个物件果然藏伫伊的布边内，银伫上下底。因就将遐个物件对布边摕出来，带来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遐。迄伫上主的面前，约书亚甲以色列人民将舍拉的曾孙亚干甲遐个银、迄领衫、金条，甲伊的囝、查某囝、牛驴、羊、布边，甲伊所有的，拢带去亚甲山谷。
约书亚讲：你哪会害阮拄着遮尔大个灾祸？今仔日上主嘛要降灾祸互你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阿干钉死，用火烧伊所有个，然后用石头刻伫迄顶面。众人伫阿干尸体的顶面贴一大堆石头，到今仔日还伫遐。对安尼，上主收回伊的大受气，所以迄所在叫做阿甲山谷，到今仔日。